大家好，今日由世紀21羽田地產 Judy 為大家介紹太和區一個私人屋苑太和中心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係294尺，係2房1廳嘅單位。好，帶大家入屋睇睇先。呢一個係方廳，冇走廊位，非常之實用。呢度係可以擺放畫牆嘅電視，對面擺放梳化、餐台。廳望出去係一個好遠嘅開揚景觀，對面係火車站。睡房擺放咗一張雙人床，同一個高身嘅大衣櫃。另一邊房間做咗一張地台床，下面有好多收納嘅空間。另外亦都擺放咗一個大衣櫃。房間望出去係一個非常開揚嘅山景河景。呢個方向係正南。廚房有提供洗衣機、抽氣扇、浴室採用企缸，有窗，有一個浴室寶。太和中心位置優越，鄰近太和火車站，附近街市、食肆、百貨公司一應俱全。呢個單位業主意向係放租同放賣，有興趣嘅朋友請向世紀21羽田查詢，多謝。